Hello，大家朋友，早早，你好吗？好不好啊？早安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台语教室。今天我们要唱的歌是西边的树哦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如果我们有一棵树哈，然后它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会枯干，然后你随时都有东西可以吃，都有它的果子可以吃，是不是很赞？都好诶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唱这一首歌哦，希望呢这首歌可以带给你跟你的家呢，家里面有这棵果子树哈，按时候结果子，然后呢也不会枯干，然后你随时都有果子可以吃。好，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老师，老师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老早，老早老师平安，领导有果子无？阮兜足济，老师，阮兜有酸啊，有硬硬，老师自己有种果子哈，我所以都有种酸啊，还有硬硬，现在刚在莹莹长出来，莹莹就是龙眼对吗？龙眼，所以随时都有果子可以吃哈，很好很好。再来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学生上来跟大家 ，Hello 组长。嗨，哦，搞炸搞炸。老早，我们的东部的不想平安，还有我们台湾媳妇，好，我们上一次哈，很不认真，只学了笔画音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学到差不多了。今天老师说7声8调，然后再变音完。就已经学完了哈，但是7声8调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哈。那这是我们上次学的笔画母音，我们用很快的速度念一次哦。啊一乌 a n o 是吗？是的。好，再来这个。下面一行很好很好。这个老师说自己回家练习很多哈，回家有练习的举手，我有练习。OK， 好，这个也是哈，上一次的作业，不知道大家练习了没有？没关系，我们不考大家了哈，我们要来听这一首歌，请老师放这条歌给咱听。没有从头，老师没有从头哦。我看到有人跟我们问好了哈，那个。你的道路，主要予你顺利。有歹人的家务，无遐多人的道路，无这富万人的座位，无伊爱有讲的脚步。只有爱主的心，你日三次无停止，一人一有福气。
有风雨，亲像一丛树在你花水里，就要袂到那就是天地之伊若伊所做的，总要好意思。伊的道路，总要好意思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暂停。好，我们听过一次了哈，我们先来跟大家问早安哈。这个上次没有看过的，这是田台北的那个学生。哦，台北的哦，台北人是老师好，你好，这是弟兄吗？姐妹哦，不好意思，姐妹，因为看不出照片啊哈。好，还有这个是谁？福妈妈好，福妈妈好，还有我们最忠实坐第一排的杜坚信弟兄，他说什么？大家好，高赞，大家好，很好我们现在都会念你的留言了哈，谢谢你。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歌词哦，请老师带我们念一遍哦。暂停一下，老师带我们念一遍哈，我们念一遍再唱哦。亲像一张树，亲像一张树，在你溪边，在溪水边对，亲像一张树在你溪水边，亲像一张树在水边，树叶袂高大。教时结果子，既然伊所做，主要互伊顺利，伊的道路，主要互伊顺利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哈哈，下一张，还有一段呢。无惊歹人的计谋，无徛做人的道路，无坐武万人的座位，无意爱愚戆的脚步，只有爱主的旨意，每日三思无停止。这个每日是日夜每日啊，有个每日就是每日南部的人啊，南部的人说每日就是晚上了，晚上叫每嘛，不是每天哦，每天是每日啊，这是每日就是每日的，我们就说照罗马字写的每日，不是每日，每日三思无停止。三读三思，每日三思无停止。
每日上书假如说5老师，那你假如说每日晚上3书，那这样子就只能晚上3书，白天就不用了。刚刚你说每日嘛，就是白天跟晚上叫做每日。米是晚上，Z 是白天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是哦。晚上是变成米是晚上，日是白天啊。如果说每日，还是讲每日，就是讲每一天啊，这个是晚上跟白天意思不一样哦。晚上跟白天，那个三要读作上书。上书。你都不用戴眼镜了。因为要变音嘛，所以上书。我有一点懵，但是每日上书无停止。那个歌上书无停止，都说3思要写三书三思要做三书啊，三那个三不过要变音变作三书了。三书。每日三书无停止。每日上书无停止。啊，这人真有福气。这人真有福气。大有福气。所以每天思想上帝的话的很有福气哈。好，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最近听说有人生意很好哦，他要来跟我们讲上帝怎么让他凡事顺利哦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来请这个噔噔，好，感谢主啊！在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从1月份我们又到澳洲帮女儿坐月子，然后3月底回来，一直到5月份，我们的工作一直都是静止的状态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生意可以说，一个单都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在 COVID 嘛，疫情。那在5月底的时候，6月应该是快要到6月了吧，我就跟上帝说，我说上帝啊，已经快要半年都没有生意进来，我需要你恩膏我的珠宝生意，我的晚礼服生意，求你祝福我们的生意。就每天这样大大的张口跟上帝求，然后心里也是很平安的。上帝是信实公义的，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他就一个单就这样子进来，很感谢主，恩典满满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，阿们。阿们。谁想要像他一样哦，生意源源不断，赶快来认识主哈、很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然后我们要唱一次啊，就是我们已经念过一次啊哈，然后我们再唱一下，跟着音乐听去。从头。一人真有福气，大有福气。
亲像一场酒在你杯子里面，水落那就是天地之你那一场醉，可别好日子，别弄我，只为我我跳最近的道路，我这不万人的座位，我以爱不讲的脚步，只有爱在心里，你是我的天际，情人节我好听。谢谢老师哈。我每次读到诗篇，这个是圣经诗篇第1篇哦，然后每次读到这里就想到这首歌，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哈，所以这首歌很多人都不会唱了，但是是天韵诗班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只有一个诗班叫天韵哈。只有他们的会唱新歌啊，会出新的专辑。那这一首歌我很喜欢哈，就亲像一张树在你溪水边哈。哇，又有人来考试了哦，那个更长的，这个是说什么？上殿文殿满满，上随时高音哦，随时高音，还没有学好，好酷哦！袂歹哦，你拢会晓读个咧，足够诶。上帝稳定满满，随时高音，也未教了就拢全部会晓读啊，随时高音。随时有高音是什么意思？随时高音哦，随时高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随时都够用，随时都够用。对，上帝恩典都够用哈。高音，谢谢你，谢谢杜弟兄，很好，高音，对，高音，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会监会官啊，会监是台南的吗？会监是哪里？台南人哦，台南的。台南新教会的人。哦，台南教会，我的母会哈，老师的教会哈，来支持。谢谢慧娟。好，老师，那我们要继续上课哦。这个是上一次讲完没有练音哦，我们说7调8音8音7调，有很多个说法。不过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把8个声音，我用高中低，我们把声音分作高中低，然后声音又有长音有短音，还有入声叫断音，我们就把长短还有高低，我把它用一个五线谱的方法把它表示出来。第一个那个是我们就说中间那一行那一条线当作咪好了，那上面的高音那一条线就当作嗦咪哆，3条线来表示高中低。那高长音呢，就是说很长很高高高的长长的。那什么叫第7音的中长的你看第1跟第7的比较这是第1，第7的话就是可以拉长高音中长音这是第1跟第7，然后第2声呢就是高降音，就是从很高的地方降下来，然后第3音是是很低的地方又降下去，第2是第3是那第4声是很短的声音，就要把它切断，我们称它为入声啦。
啊，有的说断音呢，有的是说切断的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后面有 PTKH 的时候哦，就是练短音，比如说还是 bit 哦，都是很短，要中途把它切断哦，不可以拉长。那第5个音就是由低往上升啊，搞，对，搞，就是这个声音哈，就是由低往上升。然后第6个声音呢，就是跟第2的完全一样，因为2个完全一样，所以8音实际上是7个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说8个调或7个调都没有关系啦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8呢？因为前面有4个，后面有4个，这样练起来比较方便，而且顺口。哦，所以如果你少一个的话，练起来就是很不好的。第六跟第2一样哦，然后第7我刚刚说了，跟第1是一个高低音，都是长音、中长音来最后跟第4，第4音跟第8音来做一个比较。第4音是短音的低音第8音呢是就是高音的，那声音很高，所以声音最高的是第8音，但是一定要切断。那我们知道那个音乐性啊，长短中高的关系以后，那最上面一行呢，就是往左配，往右配，那个是标音的符号。现在我们就先看下一章好了，下一章。下一章。我们刚刚说啊，就是我们说中国的也就是语音学嘛。第一个元朝元和韵谱里面有提到说平声哀而哀，那你就可以知道平声，第一个声是平声嘛，1、2、3就是我们平声就平上去入嘛，4个音，平上去入，有分阴阳，阴平、阴上、阴去、阴入，就是1、2、3、4了。那第一个声音呢叫平声，那第一声是平声哀而安，就是说他就是没有很激动，没有说是没有那个声音，就是很平的。上声呢立而举，就是第2个声音了。第2个声音的话就是上声立，就是比如说那个有没有听起来就是很立而举，就那个意思哦。那去声呢，轻而远，轻轻的，而且是很远。我们看它的意思汉字的意思，入声直而促，是直的，而且很短促就是这样。所以平上去入4个声，那后面的4个音也是平上去入，但是后面叫做阳平、阳上、阳去、阳入。就是8音，总共8音，所以我们说8音嘛。但是台语呢，就6跟2是一样的，实际上是7个音，7个音，8个音，随便你怎么说了，都对的，就是因为这样来的，所以有人说7声8调，有人说声，有人说音，有人说调，高音低音有人说第一声，有人说第一音，有人说第一调，都没有关系，你知道都是一样的。老师有问题，他那个调是什么意思？调就是声音的高低，就是我们音乐里面的高调、低调，所以说 C D E F G 调就是高音调、低音调，跟我们说的高音、低音高声、低声，事实上是在这里没有分别了。我们在形容这个语音的时候没有分别。比如说我说第一个声音，或者说第一调，第一个字有 G O A 哇，这是第2调，
有可以说第二调，也可以说第二声，也可以说第二音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汉字哦，往往一个意思就有很多字来表示。比如说那个入声好了，有人说断音、断声，可是我们都明白啊，我们都了解哦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在下面一张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啊，在这边哦，调序啊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声、第二声啊，这里我写一个调序哦，就第一声、第二声、第三声到第8声哦。你也可以说第一音、第二音，也可以说第一调、第二调，都没有关系的。那调的符号呢？第一声的时候完全没有。就空白的，就是第一，所以我们在今天以前，我们在上那个 OA 啦，上面都没有任何标号，所以我们都用第一个声音来念。那第二个声音呢，就是往左边，你看来往左边呸啊，第三个声音是往右边，但是左边右边很多人会搞错哦，就不容易记。所以有的人就把它记说左边，比如说后就是第二个声嘛，后是后，第二个声音，所以说左边老虎的后啊，正边从右边那边推下去就头是第三声，头哦，的后正头就是的边看后正手抱头，用这样来分辨的。后正头，就是用这样来分辨哦。也有人说一处以无三后系头嘛，啊，你就前进一格，一处，但是就变成说第一个声音就是那一塞是第一个声音嘛，塞这是第一音哦，一塞以后，后是第二声，以后三头，就是前进一格了。本地我们那是讲一处以无三后。有人的背法记法是说一塞以后三头啊，就这样子呈现。所以1、2、3这样变出来哦。来第4个音，你只要你的字的最后是 P 或 T 或 K 或 H，这4个字的任何一个字都叫做第4音。第5音呢？第5音像一个山，像画一个山哦，有没有？画一个山，那个山我们称为，比如说高背山高比较容易背山，所以那个山形哦，就是高，它本身就是高就是这个背山高，所以说高就是这个字哦，有3声，第6跟第2一样，所以不说明。第7。中平调啊，就是那个字比如说是不是的西，这是都是第7音，西就是低音的拉长。比如说我刚刚说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读成低音的话，变西就塔玛西的西啊。如果低音的练哦，西是不是的西，就这个音哦。第8就是第4音的高音，第4音是 up， up。第4音我们说 AP 第4音嘛 up 就是 up 解 up 哦，说压迫那个 up 啊，后面的 up 一个盒子叫 up 1 up 2 up 就是那个 up。如果说就哦，就是高音低音，所以你看从第一个到最后用 A 为例子。我们来练一遍这个 A 哈 ，A 就
第二声就啊，啊啊第三声啊啊啊啊，因为后面加个 p， 所以念作啊啊啊啊。如果你加个 t 呢，就念啊啊记啊啊。如果你加个 k 呢，怎么念？啊啊啊，哎，对，就念啊啊，加个 h 呢？袂晓啊，鸭子说啊，啊所以你后面可以加4个字哦，你任何加一个字念念看。啊，来，再来第5音啊，啊由低把它拉高。第6啊，跟第2啊7啊，啊对，up 第8 up。啊然后我们最后用例字啊，用个字来表示，滚滚滚棍滚滚滚，滚滚就是很短哦。啊，滚，滚请滚啊，请口滚，滚啊来滚，水的滚滚滚，啊来滚滚滚。有的在北部说近，你离开我，你离我比较近，那个近南部说近嘛，就说滚也是这个字的，就是近，很近。滚来滚，下雨天路很滑，就滚滚就那个滚。哦，这样知道哦，它的声调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样清楚了吧？好，滚滚滚再滚这一张看看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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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念念看，来，我听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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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人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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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， 那个第7唔对，滚滚哎对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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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第4跟第8没有分很清楚。哦，滚好，换我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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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厉害！滚比较难哈，滚比较高一点哈。凯莉啊，凯莉要练哦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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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都台湾正确。媳妇，台湾媳妇离开一台湾下，媳妇呢？一下下先继续唱。好，哎呀，没有哦，好，没关系哈。台湾媳妇去照咖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对，来，下面一张好，来，我们来练那个就是练习啊。这边就是刚刚的8个音的练习啊，用 A 来练习，用 AM 来练习 N、安、安，用4个来练习哦。第一个刚刚我们练过来，第二个哦，第一个是从那个前面那个 AM 开始练的，忘了改颜色。第二个声音是对，是的哦，就是按摩呀疼的按哦。
按摩仔汤是啥物？按摩鸡饭，哦啊，对哦，在练这个啊，稀饭是按摩仔汤。哦，OK，现在是刚刚练到，你怎么有一个小的挡住了画面？小，sorry，好，这一行可以练吧？你念我听。哎，对，这个很难说，很难练哦。哦，那个 M 应该没有，那个 M 应该因为没有这个字哦，那个 AM 那个地方哦，那个 M 应该把它删掉。哪一个？第四音的 AMP 啊，第四应该变作 AP 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 ，AMP 最后一个第8音也是一样，要把那个 M 删掉。哦，对了对，这样对了，没有注意到。好，所以是up。对，就这样练的。下面一个 an 呢，安，有没有那个 ANT 那个 N 就删掉了？有没有？刚刚那个 AMP 那个 M 也要删掉，就这个意思了。没有那个音。就是逻辑咯，那个第4音跟第8音来比比看哦，第4跟第8就一个比较低的声音，一个比较高的声音，对，最后一个你那个你要改什么呢？不要好来，最后一行 ANG NG 就删掉了 ，AK 的时候好，最后一行你们练一次看看，开始。我们要请台湾媳妇回来了，念一下最后一行。不错哎。OK， 好来，现在是用一个音，用一个字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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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边的东，东部的东。东那是第一个声音呐，第一声音念作东，第二个声音念作动，什么动什么动哈，第三个声音念作动，或者是说冷冻的冻也可以啊，冷冻。或者是动词、冷动词的动都可以的。第4音呢，就是第4声就是
读基督教的读读，DOK 读基督教基督，因为我们说基督教的时候，那个读要变音，变作第八音。如果说基督，那就基督，就是这个读啊，第四音哦。第五懂，啊，第六跟第二一样的，就是动。第七动，什么动哈？动。第八音读，独立的独，还是独一的独，独一也是这个独，独一的独也是第八音。对，咚咚咚，可以了吗？试试看。咚，那个叫咚咚，可以拉长，第七音可以拉长，没关系，跟第一声一样可以拉长。咚，第二音，第二行是音哈，你看那个变作第四声的时候，那个 n 就不要了，就把它删除了。音其实音啊音，第一的音好，来音跟第二个声音一样的，怀孕，第七声那个是第七声哦，音啊，最后一个是IT 哦，那个 I 本来是一点哦，现在变有没有？现在不是一点，长长的在上面，那是第八音的意思。音，好，念念看。好，然后 D 这个第七下面一个 D， 这个比较好练吧。D 那个是低音的低哦，不是低八音的低最低啊，低第一声念作低，第七声念作低，静低政治的治，静低。第一个是低比较长，一跟七的音比较长，哪一个音比较长？第一跟第七。第一页，就因为这两个是长音，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了，有两个长音，就是第一跟第七，第七跟第一可以拉长，所以叠子就是第。其他的你拉长就不对了哦，这两个是可以拉长的。配了。那最后那个叠，那个什么是叠啊？叠。对。叠为什么叫叠？是那个的，那个叠，要不然叠怎么说？就是地啊。叠子是什么？叠啊，叠。没听过。叠啊，人讲叠子叫叠啊嘛，好不？叠啊，
啊，因为变音说迪亚啊，如果没有变音以前那个地，哎，反正那一个字哦，那个字的原来的声音就是地。啊，你说迪亚的时候要变音，因为后面有啊，所以前面的地要变作低音的迪亚。飞碟怎么发音？飞碟。就后面如果有字，前面要变音了。对，飞碟叫做什么？飞碟。哎，飞碟，哎，对，飞碟，对，飞碟对。你安尼讲是好对的。真的乱讲还对。飞碟，哎，你讲了说水的，就是飞碟，飞碟哦，飞碟。哦，难得被老师称赞，太开心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稍微练一下我们还没有教变音哦，你稍微看看变音哦。变音，丁。比如说那个低是第一个声音，对不对？低啊，如果说低吧呢，有没有人低吧？有没有人这么说？低吧，那个低是不是要变音，变作低，变给美啊，变第七，就是低要每一个音都要变音，低吧。每一个词都要变音了哦。就是后面一个字不要，前面的字每一个字都要变。第一吧。第一呢就要变第七。第一变第七。那哇迪是第七音，那迪是第七吗？那个迪不是这迪哦，不是迪啊，哇迪，那是筷子，哇迪，哇迪是第七音。第七音 ，OK， 好。第七，哇迪的迪是第七音。哦，哎，有人又说话了，这是什么？导游弟啊，人讲啊弟啊，变成导游弟啊，问导游弟啊。哎，啊，如果说要迪亚的话，那个弟要变成导游弟啊，导游弟。哎，非常好，帮忙。小丽，多弟兄帮忙教。对，导游弟啊，非常谢谢。对啊，丁咱来看丁一撮，看灯那行。丁，第一字叫做丁会丁哦，丁，啊来丁啊丁，哎，来丁啊哦丁，两丁，咱去两丁啊，切的哦，第二块丁跟第二一样，啊来。丁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敌人呢，对敌奇怪对敌，常常出现对敌，不是对敌啦，对敌哦，你讲对敌就是TIT 啦，好啊。TIT 哦，对的哦，对敌啊，这是 K 的音哦 ，K 的音。对，这是敌的另外一个声音，敌。哦，以前都说错了。啊，第八音的时候敌。木轩你会了没？还没。你说一次。敌人的话是敌人。对，好，练一次好了。你把丁那行练一次好，你练看，丁。好，最后一行的，那个读成的音哦，后面没有一点的。第二音是的，第三是的，那个是不是哦？力后面那个 TOH 哦。
的就是会的的啦。我们说那个火着了，会的会的的。好的，啦，不要练哦，我现在写的是不是哦。的对吗？会的啊，因为我后面加一个吼，因为那个只有一个者，你不知道怎么念。如果加个吼的话，你就知道那是的，就是吼着了。会的会啦，应该说会的的。会又变音了。又变音，应该说会的的。我那个挂号起来说那个就是的意思，要练作的，因为会的汉字没有吧？汉字不知道要怎么写。着火，就是说着啊，可是着你怎么知道要练的呢？所以你要加个就是火着了，就是着火了。着火了，就是会的，点会的，闽南语很多就是对，着火是点会对吧？点会的会啦，的会，因为那个后面有火的话，前面的第8音要变作第4音，变作的了，的会的，有没有变作的定的的？那个 H 最后面是 H 的话，嘴巴要那个的，所以嘴巴就不变形了。T 的，因为那个 H 本来就是我们那个鸭子的鸭啊，那个 H 也没有变啊，把它剪断。那个只是说你要短音有一个 AH 的话就练作如果有一个 H 就短音就断音了，或者是弱声。TO 呢的如果有一个 H 呢就的，就是要断掉，那个声音要断掉，不可以拉。是的。三地口跨人爱平地，这个比较好背吧？三地口跨人爱平地，刚好8个声音哦，每一个字刚好配一个音。人爱平地，人爱平地，人爱。沙地口跨人爱平地，人爱平地，就好诶，就搞。车水厝车水厝都水厝都跨，车水厝跨，袂歹哦，唔过人歹，落诶袂驶车袂驶入，人歹厝足看无效。人爱车水厝看，人歹落诶。常会练吗？对。你们练看来，第一个车好了，车水啦。车水厝看，人爱落诶，人歹落诶。对，就这样练，对。下面一个就比较好练，腮后把臂，这个常常在练哦。搞我刚刚说那个搞，背双搞有没有？
那个上面有一个山的样式啊，就是搞搞西好把臂搞到九六，西一西二好三百，一一塞出一西二好三百。印度加工沙头，三头可以啊，因为头跟把哦，头跟后比较对比比较强，因为把跟后啊，把跟后都一样，有时候混在一起分不清。但是你用头的话比较容易分开。一塞以后三头，三把塞那个头也是第三音的。把臂搞到西好把臂搞到像落，还是讲西好头臂，那个把可以搞为头。最后一条的有头啊，对啊，有头啦，枯燥头热，啊，北部人说热，南部说热，哈热，枯燥头热，搞燥就裂裂是什么？裂把它裂掉，抓的意思裂哦，一打行都没裂，就是很多人什么都要抓，就是打行都没裂，我去掠鸟厝掠，我去掠第四声裂，然后第8声裂啊，枯燥头热，口燥秋裂。但是北部好像说肉没有关系，你说肉也可以。那个热跟肉是两个口音的不同哦。肉就是 JIOK 嘛，肉。JIOK 啊。今天到这一章就好，我们下面的变音就下个礼拜，这个下个礼拜再说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差不多。对，你要把这个练完吗？先看这个，下面来，因为啊，这一章是说明我们一个台语的一个音一个字，它要包含有声头，也叫声母了又包含声调，就是第几声啊，然后有韵母，就是母音的部分韵母，韵母里面又分作介音、壳心跟尾声但是只要有壳心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可以完成一个字。壳心一定要有，那个壳心就是啊、一、u、a、o，有没有？那个壳心有这几个字就是母音啊。你有母音的话，什么都不要，你就可以写一个字出来。比如说啊都可以写出来，但你也可以加一个音调在，加个前面的声头，声头就是子音。比如说我加一个 s 好了 ，s 然后 a， 那 sa 加起来就是沙，有没有？但是在壳心的前面也可以加一个介音，介音只有2个字，不是 i 就是 o。所以如果我刚刚的 sa 声头到壳心，我中间加一个 i 为介音的话，就 sia， 并且虾有没有变虾了那我又可以把它加个尾声SIAN 鲜有 n 嘛尾音可以加进去鲜如果 SIAU 呢是消，就是尾音有 IUM、NNG、PTKH， 因为 PTKH 是代表那个第4声跟第8声，有没有？
所以尾声的话就只有这几个字了 ，IUMNNG， 就这几个字。那壳心呢就是母音，那介音只有2个字，那17个子音就是当声头，也叫子音的部分。就这样完成了一个字，那是上面一定要有音调。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 PIN 叫做扁，第一个字 P 就是声母，那叫声头，因为它是一个字的前面，它是子音啊 P。I 是介音，刚刚说 I 跟 O，I 介 A 是壳心，那个 A 不能没有。那我们的标音呢，就标到 A 的上面，就是标在母音的上面，所以上面有第3音标在 A 的上面 ，N 最后 N 呢，那个 N 就是尾声，所以完成了一个字。我这边就说明说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你把这个弄清楚，下面再来做其他的。谢谢。谢谢老师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就祝大家有福气，亲像一张收。亲像一张收，财力会追逼。追逼 ，OK， 大家后礼拜2同一个时间再见哦。再会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